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們想聊一個每個人都會面對的課題：如何面對自己過去做出的錯誤選擇。你是否也曾經在深夜裡懊悔，想着如果當初我沒選那條路就好了，如果那時候我聰明一點、清醒一點就好了。我們總是用現在的眼光去審判過去的自己，但我要請你記得一句話，其實遠不可能每一步都正確。選錯了就選錯了，沒有人的生命軌跡是一條完美的直線。我們總是不小心就開始欺負以前的那個自己，埋怨他當時怎麼那麼愚蠢，那麼衝動，那麼膽怯。但你別忘了，當時的他是一個人站在霧裡的。請你閉上眼睛，想想那個畫面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看不見前方的路，也看不清楚腳下的坑洞。他沒有你現在手中的地圖，也沒有你歷經風霜後的導航系統。他手邊僅有的就是那個年紀的閱歷，那個當下的心智，以及一顆可能充滿恐懼與不安的心。如果你誠實一點，你會發現，即使老天爺給你機會重來一次，以他當時的狀態，他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。因為那不是錯誤，那是他在迷霧中唯一能走的一步。所以，請不要站在現在的高度去批判那個站在谷底被濃霧包圍的自己，這不公平，也毫無意義。古代的陶淵明也曾經在人生的官場與田園之間迷失，後來他想通了，寫下這樣的句子：物以往之不見，知來者之可追。時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。意思是，過去的事情已經無法挽回，後悔也沒有用，但未來的一切都還來得及去追求。他發現自己其實迷路的還不算太遠，終於明白今天放下執着是對的，而昨天在霧中打轉也不算是完全白費。這就是在告訴我們，不以往之不見，不要再對無法改變的過去糾結了。知來者之可追，請把你的力氣用在可以改變的未來。所以，從這一刻開始，請原諒那個曾經在霧中迷路的自己，不需要再鞭打過去的傷痕，而是把這份覺悟化為前進的力量。知不足而奮進，望遠山而前行。知道自己哪裡還不夠，那就努力去補足。看着遠方那座山，那就一步一腳印地走過去。從今往後，帶着從迷霧中學到的經驗，溫柔而堅定地走向更清晰、更開闊的風景吧。